4月14日星期二，今日嘅聖經金句係取自若望福音。耶穌對尼苛德摩說：我們知道的，我們才說；我們看到的，我們才作證。但你們不接受我們的見證。我跟你們說地上的事，你們尚且不信。當我對你們談論天上的事，你們又怎麼會信呢？然而，除了那從天降下的人子，沒有任何人上過天。反省，耶穌因為嗰一位猶太領袖唔信而感嘆，可以睇到當時嘅人雖然相信有天主嘅存在，但係對於佢派嚟人間嘅耶穌，始終都係抗拒。我哋諗一諗，今日拒絕相信耶穌嘅人仲多唔多呢？可能嘅原因有邊一啲啊？分享說明一下。我哋應該點樣做先有機會讓唔信佢嘅人改變態度呢？分享說明一下。祈禱意向，祈求聖神堅強我哋嘅信心，使我哋敢於為主作證，即使受到挫折，亦都唔氣餒。求上主俯聽同降福我哋。行動回應，樂於與同學分享福音為自己帶嚟嘅好處，並鼓勵同歡迎同學一齊學習。